主持人，好累啊！怎么呢？我是音乐原计划第2季从本期开始唯一指定官方主持人，你是谁？我告诉你，我早就不想主持了，我走。哎，别！我早就想在这个舞台上只当歌手了。不行。好，那我们接下来还是把主持的舞台交给好哥吧。哦，但我话也说回来，你先别着急走。反正我也不是主持人，我在上面怎么走都可以。好，还有一个比较重要的任务是什么？我都不知道。就是在我们的观演区，在我本场没有宣布最具潜力歌曲之前，你会给我一个信息，你来帮我预测一下。哦，这个信息很重要。这位歌手，你们在音乐原计划第2季第2期听到了他唱歌。拜拜。开个小玩笑哈，谢谢周深今天帮我开场。